我们只要做一部戏就吵架，我们吵最凶的这一次就是斗鱼电影版。其实，我是学商的，我一直以来学商，所以我回到台湾，从美国回到台湾之后，我也是做秘书，也是有关于商的部分。所以其实要来投入跟弟弟一起工作，其实是对我来讲是全新的一个行业，我就是一个外行汉。那弟弟当初的公司他是做摄影师的嘛，那所以跟别人合作，其实那时候公司也是乱七八糟，也是因为他的公司弄得乱七八糟，所以爸爸才希望我来帮他。说实在话，那是一个很辛苦的初期的草创的时候，所以你说有没有什么理想？我觉得那时候理想可能就是放旁边，其实是以把这个公司步入正当的轨道、正常的轨道运转，我觉得那才是首要的、最要做的一件事情。那时候上海啊，就是在内地啊，就很多的投资嘛。那我们也有去拍工商姐姐，就是到了上海的投资，就台湾的人上海的投资，后来结果被跳票，被倒了很多钱。我觉得那一次是惨遭一个很大的滑铁卢这样子。对，那就很辛苦那一段时间。我觉得那一段时间很辛苦的这样子，慢慢的走过来。那我很好奇，因为就是弟弟是导演会，当然表现可能还是会有让你不满意的地方，你会直接跟他说吗？会啊。那你们会？可是那个直接又不能太直接，因为其实小柯他是一个，就是因为他是我弟弟，所以我非常了解他。我觉得他是一个天才型的人，我觉得他也就是有天分，就是很适合吃这一行饭。你不看他了，可以戳他几个。其实一般来讲，我跟他合作的方式就是编剧、剧本都是我在跟编剧讨论，来一起讨论剧本。所以在剧本我们想呈现的东西，其实我们心里很清楚。可能导演在这一块可能就是跟我们就会有一些想法的落差，所以有时候出来呈现会觉得其实我当初是希望是这样的表现，结果他出来不是这样的表现。我会跟他讲，可是他其实到现在even已经年纪不小了，可是他其实内心就是有一个，就是像个大男生，很同志的心，所以你也不能太刺伤他。我觉得艺术家的人都是这样子，你就不能太刺伤，所以你要用一点方式来告诉他说话的艺术。对，我都是被这些，他们都说他是我的逆境菩萨，我都被他们训练的，讲话技巧还不错，也他们训练的。所以就没有因为工作的关系说有吵架。什么？我们只要做一部戏就吵架。我们吵最凶的这一次就是斗鱼电影版。他就觉得，他说电影就是导演制，就跟以前电视剧都是我在处理，可是电影就导演制，他就觉得终于轮到我。对，他就觉得你不要啰嗦太多。可是我就习惯就是一步一步都是我在，所以我跟他其实有很大的落差的，所以吵架吵到公司要分家，对。全公司的人都知道，都要分家了。员工要选边站吗？对，不用选边站，因为他们知道，姐弟俩就算妈的砸了公司，最后又会装潢一下，又把它恢复。是在公司吵吗？都有啊。员工所有的不会，你知道现在以前我们的员工都好习惯，就是他会从这边一直吵出去，我们两个就这样对骂，他再进来对骂，那公司的员工就在那边很安静的，就是不会管我们，因为我们就是这样隔空的吵，他会再冲进来，再冲出去这样子。对，我们对，我们吵，你问我们财务就知道，我们财务会很清楚，他就打电话给我们财务，就跟他讲，就说大黄姐，你算一下公司现在赚钱还赔钱，帮我算一下，我们就是准备要分家了，这是算。他说这是发生什么事啊？怎么我们斗鱼还在开会哦，整组人等着我们开会哦。我没办法，我就其实要等导演一起啊，可是他就不要去啊，那就我去啊，那我就准备去开会啊。我一上车子，后来我回到公司，他们才告诉我说，柯导刚刚回来了。柯导一进公司就到他办公室，把他东西收一收，就好像拿一个箱子这样收一收就走。
我说真是跟小孩子一样，收一收他好像员工哦，就这样。而且我告诉你，他办公室没有什么重要的东西，连台电脑都没有。他收什么？收一些有一个奖牌吧，还有几张照片。那照片都是以前他的工作照，我把它洗好，挂在墙上，再把那些照片给收走了。全工作人员都笑翻了，你就知道这个人就是真的是个小，你知道，就是很个性、很小朋友。斗鱼的电影这样做下来啊，我现在已经觉得说，我想做一些真的想做的一些作品，因为我觉得斗鱼，毕竟它是一个经典的东西。那我可能当初想要做，就觉得它是第一步，就是我们踏入电影的第一步。那可能用经典的东西，或者大家耳熟能详的东西，可能会更快让你踏第一步。可是做了之后，我觉得再要做第二步的时候，我就是觉得在题材上各方面我会更审慎的选择，跟有一些自己的想法。我觉得我弟是可以应该要有机会再有给他发挥的可能性。